大家平安，老师平安，哦，真平安，老师食饱未？老师食饱，啊，哎呀，我未，你无食？因为我今仔要来食料理啊。听讲今仔咱请一个做教的老师要来煮料理互咱食，所以我即阵吼拢毋敢先食饭，对无吼？今仔日要讲老师要讲迄个大水了后，顶礼拜老师讲大水对无？结果迄河南真正着大水吼，所以这真正是世界足侪咱想袂到的代志咧发生哦。但是不要紧，今仔老师要来甲咱讲一个福音，一个好消息对无？若遇着大水毋免惊对无？好。后来上帝甲入约哦，这是我今仔日大心要讲的，就讲咱前解就讲到大船已经停了吼，停了以后，然后就是讲，因为伫船内关伫大船有1年后的2月27。那就行对大船行出来，行出来伊脚踏着土，已经一冬无踏着土啊，闻着土的香味，土是真香的啦，夹仔看见草木拢青翠，因为拢新发意，七色的茎佮挂伫天顶，哇，看这世界不止水，毋过伊心内但无惊遐，想讲。毋但伊惊遐，伊的三个新妇，甲所有的动物拢嘛诚惊，讲大水毋知会过来啊未？所以因就诚担心。虽然世界真水，毋过心内袂当放心。只是上帝着随时甲伊安慰，上帝支持的安慰。伊讲伫创世纪9章11节，咱来读吼。11节伊讲，我甲恁立我的约。既有肉体的，无阁互大水灭无，也无阁有大水毁坏土地。来13节，我将我的茎下伫坟里，通做我甲地立约的记号。伊甲地立约的记号用茎来做记号。彩虹叫做茎。伊毋是干那立约哦，甲所有的动物立约。伊讲我无要个，因为因心内惊吓的，即时的安慰，互因讲你放心，我甲你挂保证，讲我甲你立约，就讲我一定遵守我立的约，无阁用大水毁坏这个世界。所以咱若看到茎，看到茎，我会记较早，因为阮是做室人嘛。阮若看长期落雨，若看到天顶有茎走出来，阮就知影讲哇好天啊！就讲雨对遐停止袂过落，咱自然你注意看，若有茎就袂过落雨啊。就足欢喜的，对，真正。来，咱来看比较吼，上帝第一个世界是爱电行，第二个世界就是大水以后，咱来看这两个所在有啥物无共款？无共款的所在伫倒位呢？伫大水以前，以前第一章是上帝赐福互因讲，互因就是讲，就是互阿当甲夏娃啦，讲，着生炭家庭真侪，充满伫海里的水，然后鸟食生炭侪伫地里，就讲所有的精生啦、鸟食啦，拢总生炭侪，这是上帝祝福。大水以后，共款安尼祝福。你看，大水以后9章12节，上帝赐福那甲伊的囝，也对因讲：恁着生炭侪，充满地上。囡仔地上的走兽甲天里的鸟，拢要惊恁畏恁，连地上一切通拖。甲海里一切鱼拢交付恁的手，毋过即个所在咱来注意看无共哦，相像安尼祝福，毋过无共伫倒位呢？伫阿当的时代，动物甲人会当讲话，伊袂惊。大水以后讲，你看遐我特别用蓝色的字讲惊恁畏恁。动物所有的动物拢看到人就会惊。
为什么安尼？因为人已经失去迄个权柄。本来上帝互人有管理所有动物的权柄，所以你看，人甲动物拢会当讲话嘛。所以夏娃毋知互伊要抓甲伊献动有无？即摆呢拢袂使啊，因为拢会惊，大家拢会惊，你无法度人用和平的方法来管理因。失去权柄以后的代志，所以咱讲属世界什么意思？就是撒旦啦，因为目前的世界是撒旦来管理，暂时引准啦，上帝暂时引准，上帝暂时管理世界，咱讲属世界的迄个意思。来，咱比较的第二项伫爱甸甲那新世代比较第二。大水以前，创世纪1章29节，上帝讲：我互恁遍地将一切结子的菜色，一切树其中有结子的树的果子，拢互恁做食物。拢互恁做食物，而且全部拢是菜色甲树的果子。来大水以后，9章3节，既然我的动物拢做恁的食物，第二项后。遮的一切我拢互恁，亲像互恁菜色一样。就讲恁食遮的肉，动物的肉，亲像较早恁食菜色共款。拢像安尼输互你。独独去刷了一只，独独有活命的肉，就是有加火的，恁毋通食，因为火是活命，就是生命。咱尊重活命，尊重生命。所以。我今日简单讲食因为咱今日有请一个专家要来讲，迄个要安怎食咧？既然动物会当食，你是要安怎食？有一个专家要来甲恁教啦，讲食肉甲食菜色共款咧，要安怎食？咱就请伊来。明仔食最重要诶，明仔煮对无？咱今仔请诶即个最厉害诶最侪证照对无？等下咱先请伊起来，甲咱介绍一下好，这是林燕传道，大家平安，平安。我是昨昏较熟悉传道诶来其实我有偷偷去看伊诶见证真非常丰盛的人生，真丰富伊诶咱讲几啊堂。头几堂课但是今仔日要甲咱讲的特别是讲伊咧煮料理迄传道为啥你会介意煮料理？因为我知影你手语嘛是足厉害的为啥？手语厉害其实做料理一开始我是袂晓煮啦，嘛袂爱放即个油汤的物件。是教会有一个长辈爸爸讲，爱互囡仔拿出外去诶，记你厝里的味，会当讲记你我妈妈以早捌煮过啥物货，我听这嘛感觉真有道理，我就开始豆学，阮囝国中的时阵我开始煮，这样是已经毕业出社会咧食头路啊，所以其实我煮的时间嘛无介久呢。哇，你看起来真是少年，囝已经食头路啊！无小心讲出来。这样就很厉害。所以就是为着囝就用心的煮料理。我昨昏看到传道料理我就感觉足厉害，因为毋是干那煮台湾的料理，而且是煮泰国的料理嘛，足敖的听讲跟你看泰国人学对吧？是，其实我感觉做料理是一件足有温度的工课啦。是一种一道菜好食甲歹食。是讲咱有用心甲无用心咱用心煮，咱嘛学白凊彩煮，就会当煮一顿香讲香的食物。真正诶，今仔要来甲咱介绍诶是即个互大家要看觅这有一道菜是啥物？足侪色诶，足侪色诶这。足侪色诶，迄是迄个有色诶，迄是冬粉。迄算凉拌菜，迄算凉拌，迄道因为泰国足热嘛，算凉拌，迄是算凉拌菜凉拌。听讲这个颜色这个色拢是用迄个天然的对无？用恁在地的蝶豆花，花莲果，
嘿，啊，这倒我人西蒙就变，嘿，就变紫色的安尼，嘿，是安尼变化。我知影泰国人做爱色的吼，做爱因的饮料嘛是做侪色，吼，做侪色，我是唔敢啉，但是看起来足水的安尼。对啊，啊，来老师，对吼，啊，今仔要搁用一个什么糖吼，大家有看到这吗？这个什么球啊咧？这是好特别的，这叫樟树糖。樟树糖，因为樟树糖伊个味加特别吼，啊，伊若加伫咧迄个料理内底，较袂遐带甜。嘿，啊，做一个特别的糖味，糖味，对，伊有一个上特，伊不只是糖味啦，伊有一个上特别的，就是吼，伊袂升糖，但是你有糖尿病啊，是讲你袂当食甜的人，这是会当淋的糖。嘿，是安尼吼，所以泰国其实即个即种糖吼，就足侪种诶啊。嘿，我就是伫外口看，足侪种诶，我拢无啥捌吼。嘿，所以今仔要来做诶料理哦，佫有足侪料诶，对无？这是啥物？嘿，蚝油。嘿，这是泰国的蚝油，嘿，啊，佫有迄个上介重要的是，林老师讲吼，爱互大家知影讲肉要安怎煮较会好食啦吼。要安怎煎对无？嘿，要安怎煎，要安怎煮，啊，我甲大家分享讲，其实咱一般拢听过梅花肉，毋过梅花肉台语要安怎讲吼？真少人捌听讲台语安怎讲，叫做金架头，金头肉，嘿，金头肉。啊，架心头就是梅花肉，啊架心肉就是伫做手饼时吼，加迄个有拍罗马里伫顶管吼，架心肉，啊加架心头，啊架心头就今仔日即道菜要用诶上重要诶伊诶迄个伊诶材料，嘿，啊架心头伊咱咧用法足侪种哦，吼，毋是会当打来用炒尔，你若用摕个方法无共款，会当煮无共款的食物安尼嘿。做五星级的哦，厉害的料理。啊，内面佫有啥物料咧？咱除了内面咱有看到即罐吼，伊就是嘛是泰国特别的迄个调味啦吼，叫做国语叫做鱼露，啊鱼露伊的迄个台湾话吼叫做鱼夹。鱼夹，吼，一般人可能嘿鱼夹，就是用鱼啊，甲去蘸盐，啊，甲伊发酵落去吼，鱼夹安尼。啊，台湾人较少用着。毋过即马介济呢，伊这用法就是淡薄仔，嘿，真介济，因为这用法就淡薄仔像咱台湾人吼，若煮料理，到尾拢爱迄个做迄个米酒就是迄个会有好汤开较无共款。嘿，爱在南边吼，去点这里就差济嘿。就毋是泰国料理啊，对无吼？嘿，对，所以是安怎我会开始学泰国料理嘛，是因为吼，咱台湾人最厉害的吼，拢会当到迄个外国的料理吼，甲伊本土化，啊，就变成咱台湾人家己创意，台湾人创意的外国料理，所以食袂着，就是我捌食过正统的了后，感觉讲安怎食无着味，啊，就想办法去甲学起来安尼嘿。安尼真正是内行的哦，对无？对吼，啊来啦。因嘛是爱做老较煮袂出来哦，我住泰国即8冬拢煮袂出来，因为伊有一种做特别的叶仔伫台湾无对无？对，伊咱看即道菜名吼，叫做伊迄个。主持人吼，甲咱念一下好啊，这是恁当地的话。这是夹泡嘿，夹泡就是换做国语叫做打泡啦。所以咱若去泰国餐厅看到顶怪写打泡，一开始我看到打泡这个字，我就讲哦，这是就是伊个用刀啊，甲迄肉吼，嘿，安尼剁，也是伊咧煮的时安尼害，就像讲完就是肉吼，甲伊对，啊，就变成讲完吼。嘿，我就想讲，因为我就想无是到尾我去学泰国料理的时阵，听迄个中埔师咧讲，听迄道士咧讲，我原来啦，就是就是夹泡是上重，咱台湾无夹泡要安怎，就是用高赞茶，所以咱一般食着拢是高赞茶的打泡酥嘿，夹泡馍安尼。啊，毋过我是温州有去买着夹泡哦，所以气味温州无共款。你买着新鲜的吗？
有哪有人咧卖嘿，啊，毋过比例真正无共款，嘿。对对对，无简单，真正是嘿。米其林级的吼啊，所以即道料理就是除了放这料之外，以外还搁放啥物啊？梗是搁有蒜头，搁有香啥物？迄叫做啥物？辣椒，叫做啥物？好，老师的网络可能无拄好吼，不要紧，咱等下较搁请老师起来甲咱讲后壁的吼，老师会教咱安那比讲好食哦吼。好，安尼咱先请林老师，好，嘿，林老师吼嘿，我拄好讲到料理，可能是邀我迄网络感觉伊做邀，所以下线去食物件吼，所以咱看会当起来无吼，可以请团队会当出去搁入来一下看卖啊吼。好，敢会记咧老师？你敢会记咧老师迄个团队啊？昨有教咱讲要安怎讲好食啊？要安怎讲好食？就讲伊煮菜的时阵吼，伊咧煮菜的时阵讲无咸无正，爱讲无咸咸，啊无咸咸到白正无滋味，还是讲白正无滋味？足侪即款的讲法，无咸无咸是啥物意思？敢有人听会晓？无咸无咸，就是讲无啥物滋味。无咸是袂咸，就是没有咸味，对无？无咸无咸无正，正就讲，意思讲咸度有够啊无？搁有咸是啥物？共款诶，无咸无咸，就是讲，其实是较早诶人拢讲，迄个无咸无咸无咸诶意思，就是讲代表即个菜吼也无芳味。你若无咸嘛，小可酸酸，还是芳芳，还是讲有咸咸。其他诶味嘛是真好食，无咸无咸就讲哪会安尼食落无介好食迄个感觉，所以伊诶形就是讲伊讲诶代表吼，就是讲迄款真好食诶物件失去迄个滋味，叫做无咸无咸。是安尼。毋惊讲有咸甲有正，毋是干那安尼尔，阁有别项诶意思伫咧。搁有咧煎物件吼，讲也是讲咧烘物件，有时讲烘，你是一只猪肉讲烘猪肉，还是讲其他有讲用逼诶，咱讲用逼，用煮汤诶，用菜，有足侪款诶讲法啦。因为我料理吼，实在是无研究，也袂晓吼，但是我。咱后摆再请团队来讲料理吼，讲规篇对无？全部拢讲迄个滋味，无讲迄个物件滋味是安怎先咧？酸味酸味酸味是生叫做安怎哟？还是讲带甜，啥物话叫带甜？甜就甜，为什么讲带甜？拄则老师吼，你看传道有讲嘛，讲较袂伤带甜。带甜我毋知影你听有无？咱请老师来，老师转来啊吼，请老师起来。好，老师刚好看到老师，有吼，他终于来，有看到。我食一盘，足无菜安尼，有吼。好，所以老师要来教阮讲安怎比好食对无？咱有讲，好食呢是安尼。食，好食。好，观众朋友会晓啊袂？好食。所以老师是的那个首席第一把交椅吼，所以后摆就很多有机会再请老师上来教大家更多更较侪料理吼，更较侪物件。今仔真欢喜，团队咱们做伙，来。咱要来讲后摆吼，欢迎你会晓讲台语的人会当来阮的节目，像老师安尼哦，你会当讲你足够的代志，嘛是会当讲你讲台语有趣味的代志吼，拢会当甲阮分享。即个节目是泰国的
科莫基金会跟台南新教会联合主持吼，做回主持的欢迎大家伫每礼拜一的下暗，台湾8:10，泰国7:10，跟咱空中再会。好，今仔日多谢老师，食甲总欢喜的吼，爸，平安。嗯。